对深海到深山中，福摩沙台湾这块岛屿饲养真侪人类甲自然万物，咱会使讲拢是岛屿的景儿实世。这浓缩海洋到关山、热带到寒带的生态环境，拢伫咱的身躯边。刷落来，这块影片分做松林、河川、浅山甲浅海四个主题。望大家做伙用咱的语言来了解咱的土地。伫台湾这块细细的岛屿顶面，对海墘到山顶有6成的所在，拢是互树林砍的。对热带的雨林到寒带的尖叶林，伫遮拢看会到。树林嘛是足侪动物的大厝，对土地到树顶，拢有无共款的厝脚住伫遐。大家活动的时间嘛无长，有的透早就出门，嘛有人是暗光照。凊彩啥物时阵入去树林内底，拢有机会看到因。台湾有尾到60款仙仔科的虫拖，仙仔嘛叫做鸡类、蝉、蝉、暗波蛇。咱听到的仙仔声，就是讲的巴肚下迄间针咧叫的。无共款的仙仔，因叫的音色嘛无共。咧叫嘛无共时阵，毋过因的目的拢是要声母的中意。母的交尾了后，甲卵放伫树皮的旁面，仙仔囝出世了，会落伫土骹，钻入去土里，树树根的接。较大汉的仙仔囝惊风拆食落腹，会经伫半暝天光之前钻出来土骹，穿扮羽化当大人。记咧暗波者，细汉大土地，大汉叶树花，原是缘投新事祖，穿乌衫，踏乌裤，然是啊，做是故，一界针挂巴肚。讲的仙仔除了咧声母的时阵会叫，风掠着的时阵嘛会哀哀叫哦。台湾有7500几款的母狮，较早的人便若毋捌的母狮，拢甲因叫做牛仔。来，则照因的特征，佮甲因号做剪牛仔、金龟、乌西牛仔。内底有一款身躯圆圆、外壳红光光的母狮，伊上经典的是顶悬有7粒乌点，毋则互叫做七星牛仔。七星牛仔科有240多款，有诶食菜，有诶食草。七星牛仔就是食草的代表，无论大细汉拢同款。牛神是因上爱食的猎物之一。七星牛仔细汉的时阵，甲大汉生了无同款，身躯长长软软，有无同款的花草。因掠牛神的技术嘛是一流的。牛神甲因的面线亲仙仔同款，拢是真介意思食物会食的细只虫拖。
因会哪食哪放一款带糖的物件，叫做蜜露，请到遐来食。古心澎湃意淋淋，辛苦当头起，诉求您该定金，放蜜露予到遐心，到遐欢喜吃拍恁，人人换贴做一亲，北都要东内调。七彩牛仔头目翘，卖了牛心来伫腰，到遐看着走歌跳，激力头赛手翘，七彩牛仔紧人了。到遐会出骹手，保护这空手好下的牛神。毋则，咱会观察到七星牛仔要食拄咧树像呢的牛神，煞去互到遐来赶的三角关系。咱台湾的山真济，阁真悬。落伫山顶的雨水，若要流去到大海，就会甲土地挂做一条一条的溪河。毋过，台湾无旷阔的土地，通甲雨水含咧。历史大部分的溪河拢是底阁带流，所摆井水是咱台湾足珍贵的天然资源。有真济小动物喜住伫水边。无共的水穴，带无共款的语名。溪沟、河流、湖、碧潭、田园的圳沟，拢真好看到因的形影。行路行倒蹄的倒蹄牛，嘛叫做沙猪仔。因住伫搭的工地地，沙坡的地皮，踮沙仔林起复拍形的陷阱。啥尔因爱食的狗遐猪猪，因咧起陷阱的时，会用腹肚做犁，倒体愈装入去涂沙粉仔内底，生伊壳仔。了后，若震动身躯，若用顶顎甲沙仔吸出去，豆豆仔生做一个陷阱，陷阱做好势，因会密伫陷阱下底。当遐无细哩，跋落陷阱的细只通拖，若有拉物来，因会甲拉物牵沙仔引起扑沙，互拉物走袂去。触落去陷阱下底，迄阵因就会用顶顎甲拉物掠咧，甲因的身躯束互搭。了后，迄出去陷阱外口，等后一顿青草的来。倒体牛大汉了后，会吐丝、运沙仔，经做一个沙茧，甲家己包起来，伊内底变做汤包。羽化了后叫做夏灵，甲田呢生做成成。毋过因有两支真长的触角，嘛是空中讨掠的高手。
田呢嘛叫做田蚵，也是田蚶。因甲亲仔，也就是水田呢，拢是同一个家族的汤托。伫台湾大约有117款田呢，44款亲仔。因的目色拢真好，嘛拢爱食蠓虫。田呢咧叶的时，腹肚就亲像太阳能板共款，会当吸收热能，互体温升悬，才有气力通好飞。毋过日头的角度愈悬，就愈烧热，无细哩嘛有可能会捡日头晒死。毋则田呢的腹肚会对日头的角度翘起来，击毁日头遐去，减少互日头晒到的面积。因细汉的时阵住伫水林，甲大汉共款，拢食肉的。因的喙有一个足长的下唇，平常时啊像小鬼仔壳，甲喙包咧，滴贴日头的下底。要讨掠的时，会弹射出去。伊即个动作甲生存手咧共讨，毋则互叫做水乞食。田的行水去食，葱水味熬讨掠，月做头加死车，鱼虾拄着无地撇。当大汉下口风，徛水边伊做王，掠蠓虫结灵通，身躯软软长拢爽。浅山踮伫平阳甲关山的中，是咱真轻巧会当到地的所在。这个海拔较恁800公尺的所在，是咱人类高度开发甲原始自然环境过渡的地带。而且会当看到真侪农业活动的影子。虽讲浅山的面积无偌大，不过伊含氧的水分有够，气候烧热定着，食物嘛有够热。所得有真侪野生生物经历遮大落来，生物的种类甲数量拢真正澎湃。台湾有要甲一半保育类的物种，就住伫咧浅山的环境里。山鸟是台湾现主时唯一的本土鸟仔科动物，因的耳仔后壁有一块白斑。两蕊目睭的内缘有2条白的直线花，身躯有足侪那银角仔的乌斑，毋则因会互叫做钱鸟，也是霸鸟。因是夜行动物，伫暗头啊、甲暗时啊较活跳。毋过，日时嘛会出入行搭。因平常时啊食肉，袂紧食。上接食鸟鼠、兔仔、甲鸟仔。汤拖、白虫和鱼仔嘛，拢是因的食物。因除了拍对，
炭井、甲饲养猫仔囝了外，巢拢家己带。山鸟母大巴肚大约2个月，一体会使生2只至3只。山鸟母会顾囝顾2个月，到5个月大，囝就会离开鸟母，家己徛。较早规台湾拢真好看到因，即马因歇的所在人伤过济，目前规个台湾剩较无500只。山鸟五八树，落水真熬受。日时歇困洞空内，暗时吐了目睭来。枪在家己大，一人要孤单。山鸟我爱千山，放了空地盘。台湾量基约有300款的狗遐，有的爱食菜，有的爱食草。因是社会性的汤拖，是母的野王甲公遐组成的母系社会。每一个狗舍收亲头拢是一只野王去做的。因甲第一代的公舍饲大汉了后，公舍就会替手做收人的工课，展现分工的行棒。有的狗舍收起伫咧涂骹，也是洞空内，嘛有住伫树顶的翘尾狗舍。甲芳树无共，翘尾狗遐的树会甲树枝包起来。狗遐五八条，爬墙壁，爬去到厝遐，摔一个，涂骹立一徛，摔一个，涂骹立一徛。狗舍囝生做肥爸，佮碰皮，因无骹，袂晓家己刷叮当，拢是靠公舍来甲因顾。收人少数的社工嘛安尼，平常时啊毋免做工课，干那伫狗尾季节到的时，才飞出去甲别位的在俗社王交尾。了后就死啊！浸伫海水林的台湾，4颗链长的海岸要到12公里，若挂平湖算落，就要到15公里的海岸。因内底有沙仔海岸、盐石海岸、石卵海岸、鹿角石海岸、交蓝地，这无同款的海岸类型。因为日头甲月亮引力的关系。大部分的所在，逐工拢有2摆涨流，甲2摆退流，互海平成做一个生态变化万千的所在，逐时拢会当看到无相像的生态。红树林是台湾西部海骹湿地林真特殊的一款生态，主要是红树科甲一寡适应这款环境的6种植物来组成。因有适应海平的胎生材啊、支持根、交喘气根的特色。因内底水笔仔和海茄冬上接看到，
较罕的有南里、甲五卡犁，大概剩台南才有。细蕊红树交红加冬，已经伫去高雄港的时消失去啊。红树林4箍链长有几啊种潜在看的金仔，沙马仔住伫离水较远的沙坡顶，目睭大大蕊，目色也真利，咧走紧甲像马仔共款，别项金仔拢走袂赢伊，因会食海花香、大公仙和别款金仔。海花香有像球迄款的壳，若紫色的外在，若花香头。因会伫退老的时，规网规档咧讨食。拄着危险，就西转入去土沙里。港的大公仙有一支各样大坑的金仔讲，潜在向外举甲上开，才阁收倒转来。袂输咧枯化海水入来，相拍的时会比看相的讲较大坑，相就赢。孔腔仔是狗柑仔科的鱼仔，特色是腹肚有一个稀释演化造成的吸盘。孔腔仔搁较特别的是，因会使用皮肤来喘气。见若身躯保持湿淡，就会当离开水较久。因会当用稀释甲身躯凸起来白，用鱼尾车来跳。阁会伫烂土乌空密伫内底，较袂担心。台湾目前有5款孔腔仔，大部分住伫海口甲红树林的半咸井水的环境和烂土埔。上接看的就是孔腔仔、交花跳。因是菜草拢食的鱼仔。主要食烂土底，也是石头顶的有机质、青池、浮游动物，甲别款无龙骨的动物。因前后顾地头，尤其是花跳，见若有别只鱼，也是金仔侵入伊的地头，因就会大喙开开，甲鱼翅甲鱼尾切舔开，哈惊赶走遐亲门大户的青仔站。空腔真坚强，身躯想想骨溜溜，头